嗱，聽好啦，唔好再傻下去買嗰啲周身 logo 嘅名牌衫啦。我睇相睇咗幾十年，真正命好、天生富貴嘅女人都係着緊呢三類衫，特別係第三種，你睇下自己衣櫃有冇男人睇到敬重你，女人睇到得個恨字。各位老友記大家好，今日老師同大家傾個好有趣但又極之關乎大家下半生福報同財運嘅話題。好多人成日問我，老師點解有啲女人明明學歷唔高，出身又唔係咩大富大貴，但佢就係越老越有錢，老公實到身，仔女又生性。相反有啲女人日日着到身，光頸靚，買名牌包包唔眨眼，結果晚年搞到周身病痛，屋企雞飛狗走，連自己個老公都嫌棄佢。呢個問題其實答案好簡單，大家有冇聽過老祖宗講過一句話，萬物皆有象，你嘅命水好唔好根本唔使特登去睇八字，你打開個衣櫃睇睇，答案早就寫晒喺入面，講個真實嘅故事俾大家聽。尋日朝早我去中環嗰間老字號茶樓飲茶，大家都知啦，老師我平時最中意就係坐喺度叫一盅兩件，靜靜地觀察下身邊嘅人相由心生。其實一個人嘅運勢全部寫晒喺佢嘅舉手投足，同埋佢每日着上身嗰件衫度。當時隔離台坐咗兩個年紀相若嘅太太，大約都係60歲上下，啱啱好就係行入人生下半場嘅年紀。左邊嗰位陳太，哇，真係不得了，行埋嚟嗰陣簡直係金光閃閃。佢着住一件印滿名牌大 logo 嘅長衫，手挽住個閒閒地幾萬蚊嘅名牌手袋，10隻手指戴咗4-5隻金戒指，條件仲掛住條粗過手指嘅金鏈。表面睇好似好風光好有錢啦，對唔對？但係我老師一眼就睇穿，佢個氣場好散，眉頭深鎖，印堂帶住一股好重嘅焦慮同怨氣。佢全程喺嗰度同啲師奶朋友大聲呻，話個新抱點樣唔聽話，個子又唔幫住自己，又話老公退咗休之後成日借啲意落街捉棋，唔返屋企。講下佢仲話自己最近成日失眠，血壓高，睇幾多專科醫生都搞唔掂啊！食藥食到個人浮住晒，你睇外表包裝到似竹佛太，但內裏根本就係一個千瘡百孔嘅爛太子。再睇下右邊嗰位李太着得好素雅，一件剪裁極之好，完全睇唔到咩牌子嘅杏色真絲上衣，配條簡單利落嘅深色褲腳褲，身上冇咩多餘嘅首飾，只係戴住一隻水頭好足翠綠色嘅翡翠玉鈴。佢安安靜靜咁坐喺度飲普洱，笑意盈盈，講嘢語氣溫和，不隨不疾。後來聽啲熟客街坊講先知，原來李太屋企幾層樓揸手，仔女全部喺外國名牌大學畢業返嚟做專業人士。老公退咗休之後，日日陪佢行山買餸，對佢仲係好似初戀咁體貼。各位老友記，點解會有咁大反差？點解着得越富貴嗰個反而活得越折墮，着得普普通通嗰個反而係真正嘅富婆？好多人以為風水就係要花10萬8萬，請個咩風水大師返屋企睇方位，擺個大水晶洞，或者去掛個八卦鏡，將間屋搞到好似做法事咁，錯晒啦！我睇風水幾十年見過太多啦，真正嘅頂級風水根本唔喺間屋度，而係喺你身上，喺你一呼一吸之間，喺你每日出門前由衣櫃攞出嚟着上身嗰件衫嗰度。老祖宗喺易經入面講過天人合一，大家明唔明咩叫天人合一？就係你呢個人要同天地宇宙之間嘅陰陽五行能量完全接軌融合。你着上身嘅衫就係包住你身體嘅第一層風水磁場，就好似一間屋嘅外牆咁。你試諗下，如果間屋嘅外牆到處漏風，或者用啲好差唔透氣嘅料嚟起，裏面嘅風水會好得去邊？住喺入面嘅人，你財氣同陽氣早就漏走晒啦，運氣又點會旺？絕對冇可能嘛，對唔對？女人過咗45歲，行到人生下半場，仔女大啦，可能自己或者老伴都準備退休，
甚至已經退咗休。呢個時候，你嘅福報、你嘅財富、你嘅健康，全部都同你身上嘅氣息息相關。頭先講嗰個陳太，佢嗰種着法看似富貴，其實係心虛，係靠外在嘅物質嚟掩飾內心嘅飢乏。佢將啲 logo 披晒上身咧，其實係向外界索取認同，想話俾人聽，我過得好好。呢種磁場喺易經入面叫做外強中乾，向外耗散。你啲氣日日向外耗，越耗越虛，財神見到你都掉頭走，自然留唔住錢財，更加留唔住枕邊人嘅心。而李太嗰種著法喺風水學上叫做藏風聚氣。真正命好嘅女人，佢哋嘅能量係向內收嘅，佢哋已經睇通睇透，唔需要再靠一件衫去證明自己嘅價值，唔需要去討好任何人。佢哋懂得審視自己真正需要啲乜，知道點樣令自己舒坦。當一個女人嘅內心安定落嚟，佢身上嘅磁場就會變得非常之強大。呢種溫和而堅定嘅氣場，會將天地間嘅好運、財氣同健康源源不絕咁吸過嚟。所以話，女人愛着咩衫呢？真係注定咗你係咪富貴命嘅。你每日着錯衫呢，就等於日日親手將屋企嘅財位拆咗，將下半生嘅福氣推走。嗱，講到呢度，大家一定好心急想知，到底嗰啲天生富貴命嘅女人，衣櫃入面必定有嘅三類衫係乜嘢？唔使急，老師接下來就同大家做一拆解。只要你聽得明、學得識，唔使花一分錢，你都可以日日為自己擺出一個旺夫招財局。我哋接住講第一類富貴衫。頭先提到嗰位人生大贏家李太，佢身上着嗰類衫，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第一類富貴衫。呢類衫表面睇可能連一個 logo 都揾唔到，但其實佢哋極度講究女子即係件衫嘅質地同物料。而家好多人買衫，特別係我哋呢個年紀嘅師奶，一係就貪平，一係就貪威。行街見到件衫個款好似幾靚，閃靈靈咁，或者印住個好大個名牌字樣，以為着上身就好威水，好有面子。但你伸手去摸下鞋印呢，或者線手到好似塊膠布咁，呢啲衫多數係用咩做嘅？就係化學套圍。咩地根、尼龍、聚酯、紅圍，大家知唔知？由風水同能量學嘅角度嚟講，你日日着住呢啲人造化學紅圍，就好似日日將自己笠入一個大膠袋入面一樣。我老師同大家講，人體係一個好奧妙嘅大宇宙，你唔單止係用個鼻去呼吸，你全身上下幾萬個毛孔，其實日日夜夜都喺度同天地大自然進行緊能量交換。就好似山上嗰啲樹木要曬太陽做光合作用，咁有交流先至有生機。你住件化學套圍，呢啲人造物料係死物嚟㗎，係完全冇生命力、冇五行生機嘅。你用一層塑膠絕緣體將自己同大自然嘅氣場徹底隔絕，你啲毛孔透唔到氣，體內嘅毒氣排唔出，天地嘅清氣又入唔到去滋養你嘅五臟六腑。女人過咗40-50歲，身體開始轉變，更年期一到，本身氣血就容易鬱結，成日覺得周身怕赤赤，又或者手腳冰冷，你仲要為咗貪平或者貪靚，着埋啲局促唔透氣嘅衫，搞到自己一身臭汗，皮膚又敏感又痕。中醫講肝主疏泄，你塞住啲毛孔，肝氣就鬱，肝氣一鬱，你個人自然怒憎，脾氣暴躁。各位老友記，你試諗下，一個日日爭返到屋企睇老公唔順眼，睇新抱唔順眼，喐啲就破口大罵嘅女人，佢屋企嘅風水會好得去邊？和氣生財啊！你連自己嘅情緒都控制唔到，日日喺度製造負面磁場，搞到屋企立立亂，財神爺行過你門口都掉頭走啦，點會入你屋派錢？相反呢，你睇下嗰啲真正有底氣、天生富貴命嘅法派，佢哋買衫從來唔會理個牌子有幾大隻支印喺心口，佢哋睇嘅係衫撚後面嗰張成分標籤，佢哋最愛着嘅。
係純棉天然亞麻真絲或者純羊劑。點解啊？因為棉花同亞麻係由泥土入面生長出嚟嘅，佢哋喺太陽底下曬過，吸飽咗大地嘅土氣同陽光嘅陽氣，帶住最天然最溫和嘅木生火能量。而真絲係絨從一絲一絲吐出嚟嘅，係動物界最純粹嘅精華。羊雞就係喺高寒地帶啲羊仔身上甩落嚟嘅保暖神物。呢啲全部都係順應天道、順應大自然造物規律嘅好嘢。你着上呢啲天然物料，你嘅皮膚先可以真正放鬆落嚟，啲衫識得幫你呼吸，氣血運行得順暢嘅。易經講嘅氣血起，通暢而惡阻塞，就係呢個道理。氣順咗，你個腦筋自然清晰，個人自然心平氣和。一個心境平和、面帶笑容嘅女人，佢散發出嚟嗰種溫柔而堅定嘅氣場，就係一個家庭最好嘅定海神針。老公中意返屋企，仔女有心事，中意同你傾呢，一家人齊齊整整呢，呢啲咪就係最大嘅福報同財富咯。喺易經入面，呢種穿衣哲學叫做潛龍勿用，又可以叫做藏風聚氣，真正嘅富貴。從來唔係周圍同人講我有幾多錢，我個袋值幾多萬，嗰啲下下要靠個名牌 logo 去撐場面嘅女人，其實內心極度飢日乏，好需要外界嘅目光去填補佢嘅虛榮。呢種磁場呢，叫做外強中乾，向外耗散，福報最容易流走。而真正命好嘅女人，佢哋深明財不露眼，福要暗藏嘅道理。佢哋將專注力由別人覺得我靚唔靚，轉移到我自己着得舒唔舒服。佢哋講究女子，講究質感。當一個女人唔再需要用外在嘅標籤去證明自己，佢嘅內心就真正強大起嚟。老友記，記住老師呢句話，一件質感好嘅天然衫，雖然表面睇唔出咩牌子，但穿喺你身上，你行步路都輕盈啲。你舉手投足都散發住一種老娘，唔需要討好你嘅從容同貴氣，呢種不顯山不露水嘅藏風聚氣局，先至係守住你下半生財富嘅頂級風水。講到呢度，可能有些師奶會諗，老師你講到咁神花，着件名牌衫啫，點會敗走晚年福報咁嚴重啊？嗱，你千祈唔好以為我喺度嚇鬼，佛教講因果，老祖宗講報應。呢啲全部都係真實不虛嘅宇宙法則。你以為買件衫只係俾幾千蚊嘅事，錯啦！你買嗰件衫背後嘅發心，即係你嘅起心動念呢，先至係決定你下半生運勢嘅關鍵。等我講個真真實實嘅警世案例俾大家聽，大家聽完就會飆冷汗，知道呢個因果報應有幾得人驚。幾年前我識得一個住喺九龍塘嘅佛太，我哋姑且叫佢做張太。張太老公以前做生意賺到幾桶金，所以佢50幾歲就提早退休。日日嘅節目就係約啲白胎朋友去飲下午茶行名店。張太個人本身冇咩大問題，唯一嘅致命傷就係極度貪慕虛榮，死要面子。佢啲佛胎朋友個個都玩幾十萬嘅限量版手袋，着最新貴嘅名牌衫。張太唔想俾人睇唔起，於是乎佢買衫買袋越買越啲。一開始係用老公俾嘅家用買，後嚟家用唔夠，佢就自己偷偷地去碌卡。佢成日同我講，老師，我出去見人冇件名牌傍身，啲人會睇我唔起嘅。我着得靚啲，人哋先會覺得我老公生意好，對我哋屋企都有幫助啦。大家聽下，呢啲咪就係典型嘅自欺欺人咯。後來點呢？因為佢過度揮霍，碌爆咗幾張卡，爭落成百萬卡數，佢唔敢同老公講，日日拆東牆補西牆，提心吊膽。呢種長期嘅焦慮同恐懼喺因果上叫做起煩惱心，煩惱心一期，惡果就開始嚟。因為佢成日精神緊張，晚上開始失眠，頭髮一把一把咁甩。為咗掩飾自己嘅憔悴，佢買啲更鮮更誇張嘅衫去着喺塊面度，搽厚厚嘅粉。但相由心生呢，老友記，你個心入面裝住一粒大石頭，你着件幾百萬嘅衫上身都遮掩唔到你印堂發黑、眼神閃縮嘅敗相。最慘嘅係咩？
因為佢成日周轉不靈嘅，心情自然暴躁。返到屋企睇老公唔順眼，睇個新抱又唔順眼咧，喐啲就鬧人啊！屋企日日加無寧日，原本好好脾氣嘅老公咧，最後頂佢唔順搬咗出去住，甚至提出離婚。而佢啲仔女知道佢爭落咁多卡數，都覺得佢好掉價，同佢關係變得好差。短短2-3年時間，一個原本好端端嘅中產家庭，就因為一件又一件為咗充大頭鬼而買嘅名牌衫，搞到分崩離析。張太而家60幾歲，一個人租住間細屋仔，每個月靠仔女俾個少少生活費度日，晚景非常冧涼。各位老友記，你睇到呢個因果循環未？一件衫點解可以敗走你晚年嘅福報？因為當你買呢件衫嘅動機係為咗同人嘅比較，為咗唔衰得，為咗掩飾自己嘅自卑時，你個心就已經種下咗氹同侵嘅惡人。易經入面講，德不配位，德必有災殃。你嘅財富，你嘅福報就係你嘅位。如果你內心冇咁大嘅定力，冇咁厚嘅福德，但你偏偏要去追求啲遠超你負擔能力嘅物質，咁就叫做德不配位。你硬係要將啲超出你能量場嘅名牌披上身，呢啲名牌唔會為你帶嚟貴氣，反而會變成一種煞氣，吸乾你本身嘅陽氣同財運。相反，如果一個女人睇得通透，佢知道自己想要咩，佢買衫唔係因為件衫印住某個大牌子，而係因為件衫質地好，着上身舒服。佢着衫係為咗取悅自己，唔係為咗俾人睇。呢種心態叫做知足常樂，叫做惜福。當你識得惜福，你個心就定，心定自然氣順，氣順自然和氣生財。呢個世界嘅吸引力法則就係咁奇妙，你越係唔貪慕虛榮，你越係平和低調，啲好運同財富反而會自己追住你嚟。所以女人過咗45歲，人生下半場要學識嘅第一課就係放下虛榮，認清自己。你個衣櫃入面有幾多件衫係為咗威俾人睇而買，但買返嚟又着得唔舒服，1年都唔着一次，嗰啲唔係衫，嗰啲係你嘅業障嘅。記住老師話齋，為虛榮着衫係漏財，為舒服着衫先係聚財。聽完呢個因果故事，相信大家對買衫嘅發心已經有咗好深嘅體會。我哋嗱臨接住講第二類注定富貴嘅衫。呢類衫講究嘅係色彩同剪裁，背後隱藏住已經五行相生嘅中庸之道。大家有冇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好多女人一過咗45歲，行入更年期，不知不覺間，佢哋衣櫃入面啲衫就越嚟越鮮。喺後生嗰陣，明明中意着黑白灰，但年紀越大就越中意買大紅大紫、桃紅，甚至乎係仲光綠。行出街，成班師奶姊妹團一字排開，哇，七彩蝦條，咁成隻花蝴蝶點解會咁呢？其實由心理學同命理學嚟講，呢個係因為女人到咗呢個年紀，生命力開始向內收，陽氣冇後生嗰陣咁足，潛意識入面，佢哋想靠呢啲極度鮮光嘅顏色去留住青春，話俾人聽，我都仲好有活力嘅。但係我今日要同大家講句老實話，你咁樣着喺風水五行上，分分鐘係火上加油，摧毀緊你自己同埋頭家嘅運勢。大家聽老師慢慢拆解，易經入面講，宇宙萬物都離唔開金木水火土五行能量，顏色都唔例外。大紅大紫鮮橙色，呢啲全部都係屬火嘅顏色。女人過咗45歲，因為內分泌轉變，更年期本身就容易肝氣鬱結，虛火上升。你成日覺得心煩氣躁，潮熱出暗汗。喺呢個時候，你仲日日將嗰啲屬火嘅大紅大紫披上身，結果會點呢？就係火燒連環船呢。你身上嘅火氣被無限放大，成個人就好似一個行走嘅火藥庫咁，一電就着。你試諗下，一個滿身火氣嘅師奶去街市買餸嘅，少少嘢就同檔主嘈交，返到屋企睇見個仔打機又鬧，見到老公坐喺梳化睇電視又鬧，老公返工已經辛苦，返到屋企想唞下，
點知對住個日日着到紅紅綠綠，把口好似機關槍咁嘅老婆，佢仲邊有心機留喺屋企？加無寧日又點會和氣生財呢？財神爺最怕嘈嘈，你屋企日日開火，財氣早就散晒啦。咁真正命好、天生富貴嘅女人，佢哋第二類必備嘅衫係點樣嘅呢？佢哋衣櫃打開，顏色一定係好乾淨、好柔和、好高級嘅。例如大地色係卡其、貢色、杏色、米白色、淺灰色，或者係近年好流行嗰啲低飽和嗰度嘅莫蘭迪色。點解呢啲顏色會帶嚟富貴？因為喺五行入面，大地色係屬土。易經話土在四行，厚德載物。土係最包容、最穩定、最能夠孕育萬物嘅能量。一個中意住素雅大地色系嘅女人，佢散發出嚟嘅磁場係平靜嘅、溫和嘅、有包容力嘅。你見到佢就好似見到一杯溫暖嘅清茶，令人覺得好放鬆。呢種女人情緒極之穩定。老友記，你哋記住老師今日講嘅金句：女人情緒穩定就係一個家庭最頂級嘅風水。當你情緒穩定，你處理婆媳關係就會有智慧，唔會硬碰硬。你同老公傾偈會識得包容體容。老公喺外面打拼，返到屋企見到一個溫柔雅致、着得乾淨舒服嘅太太，佢個心就會定。男人心定事意，自然順風順水。呢啲咪就係所謂嘅旺夫益子咯。你唔使去求神拜佛，你日日着對顏色，你自己就係屋企個財神。除咗顏色，富貴衫嘅剪裁都大有學問啊！命好嘅女人，衫嘅剪裁一定係利落大方，唔拖泥帶水嘅。佢哋絕對唔會買嗰啲又多 lace又多流蘇，左穿一個窿又打一個結嘅騎呢款式。喺商學同風水學上，衫嘅線條代表一個人嘅行事作風同思維邏輯。衫上太多累贅嘅裝飾，代表呢個人思路混亂、優柔寡斷，生活中充滿咗好多無謂嘅糾葛同煩惱。相反，剪裁乾淨利落嘅衫，代表呢個女人有分寸、知進退、生活自律。佢知道自己人生下半場要啲乜，唔會將精力浪費喺無謂嘅八卦同執着上面。老師教大家一個最實用嘅五行穿衣轉運法，你唔使花錢請風水佬，自己日起身開衣櫃就可以做。如果你最近覺得好大壓力，成日你真肝氣鬱結，你可以着少少淺綠色、青色嘅衫。綠色屬木，木氣生發，可以幫你疏通肝氣，令你心情開朗嘅。如果你最近覺得運勢低迷，做嘢硬係差臨門一腳，心氣不足，你可以喺素色衫上面加一條淡粉色或者少少紅色嘅絲巾做點燈。火能生土，輕微嘅火氣可以提振你嘅能量場，招惹貴人。但大前提係全身嘅顏色絕對唔可以超過3種，要清要純。呢個就係易經講嘅中庸之道。總括嚟講，第二類富貴衫，佢冇大紅大紫嘅圈丫，亦冇花里花碌嘅累貨。佢用乾淨嘅顏色同利落嘅剪裁，話俾全世界聽，呢個女人有智慧、有分寸、情緒穩定。試問老天爺唔將福報俾呢種女人，仲可以俾邊個呢？各位老友記，終於嚟到今日老師同大家傾偈嘅戲肉啦，亦都係成條片最核心、最神轉折嘅大絕招。前面我哋講咗第一類富貴衫講究質地，教大家藏風聚氣；第二類富貴衫講究色彩同剪裁，教大家五行相生，情緒穩定。聽到呢度，可能好多姊妹會問老師，咁第三類最犀利嘅富貴衫呢，到底係咩名？貴牌子定係咩特別款式啊？各位老友記，你哋聽清楚啦！第三類衫唔係講牌子，唔係講質地，亦唔係講顏色。第三類衫係一種態度，叫做能夠令你徹底放鬆，完完全全做返自己嘅衫。點解老師會話呢類衫先係最頂級嘅富貴命？大家試下靜低心嚟，回顧一下自己過後嗰幾十年。女人由20幾歲出嚟社會做嘢，到結咗婚生咗仔，去到而家45至70歲呢個階段，你哋大半世人其實一直都係為咗其他人去着衫返工嗰陣呢，
你要着啲硬邦邦嘅套裝，踩住對刮腳嘅高踭鞋，為咗睇起上嚟夠專業，唔俾老細同同事睇小。結咗婚之後，你要着得端莊嚴肅，為咗保住老公嘅面子，等老爺奶奶覺得你係個好心抱，去飲茶去親戚度拜年啊！你又要特登着到身光頸靚，甚至着埋啲緊到透唔到氣嘅束腰褲，夾硬將個肚腩收埋，就係為咗唔好俾啲姑嫂姊妹比下去。你哋話俾老師知，呢幾十年嚟，你着上身嗰啲所謂嘅靚衫，有幾多件係真真正正為咗你自己舒服而着㗎？嗰啲衫喺風水同心理學上，其實係一套套嘅盔甲。你着住佢哋就好似上戰場咁，時刻都要端住，時刻都要防備。你個身體緊掹，你個心靈更加緊掹。但係當一個女人行到人下半場，仔女大啦，人生百態都見過晒啦。如果去到呢個年紀，你仲日日要靠件衫去討好老公，去同啲師奶攀比，你嘅晚年注定會過得好攰好苦，福報亦都會隨住你呢種向外求嘅執着而慢慢流失。真正天生富貴命水極好嘅女人，去到呢個階段，佢哋已經達到咗易經入面講嘅返璞歸真，以及佛家講嘅本來無一物嘅最高境界。呢種女人，佢哋衣櫃入面一定有一批無為嘅衫。咩叫無為？就係唔使刻意做作，順應自然。可能係一件洗到有啲白但超級柔軟嘅舊棉 T 恤，可能係一條鬆泡泡完全唔勒肚嘅褲腳麻布褲。當佢拖住疲倦嘅身軀返到屋企，第一時間就係除低嗰啲又緊又勒嘅外衣，換上呢套令佢貼底放鬆嘅衫。當佢換上呢套衫嗰一刻，伴隨住一聲長長嘅藍色。佢除低嘅唔單止係件衫，而係大半身對世俗眼光嘅執着啫。佢唔再介意自己個肚腩有幾多嚿肉，佢唔再介意人哋覺得佢夠唔夠潮。佢深明一個道理：真正嘅富貴唔係向外人證明自己有幾威，而係有底氣去對全世界講，老娘而家只係想舒舒服服咁做自己，我唔需要取悅任何人。各位老友記，呢種心態先至係宇宙間最強大嘅能量場嘅。相由心生呢，命由心造。當一個女人徹底放低咗虛榮同執着，佢嘅內心就會變得無比強大同豐盈。佢唔會再因為老公一句無心之失而大發脾氣，因為佢嘅快樂唔再建立喺男人嘅評價之上嘅。佢唔會再因為見到隔離屋陳師奶買咗個新袋而眼紅，因為佢知道內心嘅平靜先係無價寶。你試諗下，一個充滿自信、內心安定、日日着住令自己舒服嘅衫面、帶從容笑容嘅女人，佢散發出嚟嘅磁場有幾吸引？老天爺最中意咩人？就係中意呢種識得愛自己，唔去強求順應天道嘅人。當你開始真正愛自己，宇宙所有嘅好運、財富、健康以及別人對你嘅尊重，就會好似磁石咁自動自覺俾你吸埋嚟。老師識得一位好有錢嘅女企業家，身家過億。佢後生嗰陣日日住名牌套裝，殺氣騰騰。到咗60歲大病一場之後，佢突然醒覺。而家你見佢多數都係着住套鬆身嘅太極服或者棉麻便服，素容朝天。佢同我講：老師，我着咗幾十年盔甲，終於明白人生最大嘅奢侈品唔係幾百萬嘅珠寶，而係鬆弛感。我而家着得越舒服，嗰啲生意反而越做越順。嗰啲仔女見到我冇晒以前嗰種殺氣，反而仲肯成日返嚟陪我飲湯。聽好啦，姊妹們，鬆弛感就係你人生下半場最好嘅風水。第三類富貴衫，其實就係代表住一種自我認同。當你衣櫃入面越嚟越多呢啲為咗取悅自己而買嘅舒服衫，越嚟越少嗰啲為咗威俾人睇而買嘅名牌衫，老師喺度恭喜你，你已經跨越咗人生最大嘅一道坎。你嘅下半生呢，注定係爽過做神仙嘅富貴命。講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好有共鳴，好似篤中咗心事咁呢？但係我哋中國人有句說話，知易行難，知道咗個道理係唔夠㗎。
最緊要係有行動。已經講明一個道理，變則通，通則久。你個衣櫃如果日日都塞滿晒啲陳年舊物，亂七八糟，嗰啲氣場就會變成死水一潭。財神爺想入你屋企派財，打開門見到連個企嘅位都冇，佢都掉頭走啦。所以今日老師俾大家一個極之實用、包保見效嘅實操改運功課。呢個功課唔使你俾錢我，亦唔使你去買任何風水擺設啊！你只需做一樣嘢，今晚食完飯沖個靚涼，然後即刻去打開你房入面個衣櫃，幫自己下半生做一次鐵底底嘅斷捨離。具體點樣執？有3類衫，老師命令你今晚一定要狠下心腸，全部清走。第一類要即刻丟走嘅係嗰啲着到緊硬嘅透唔到氣嘅衫。好多師奶嘅衣櫃底硬係收埋幾條20年前未生仔之前着落嘅24監腰牛仔褲，又或者係嗰啲好窄好修身嘅連身裙。每次執衣櫃見到你都會自己話唔掉得，等我遲啲減肥成功，瘦翻10磅8磅就着得落㗎啦。老師同你講，唔好再自己啦，放過自己啦。你每次望到呢啲衫，其實潛意識都係嗰度否定緊而家嘅自己，日日喺度製造一種我不夠好，我好肥，我老啦嘅焦慮感。由風水同健康嘅角度去睇，呢啲窄身衫會阻礙氣血。中醫話痛則不通，通則不得通。你夾硬咧，將自己個身塞佢入去嗰啲束腰褲、緊身衫入面，阻住晒啲經絡運行，五臟六腑透唔到氣，身體自然會差，病痛。就跟住嚟老友記，將呢啲衫送去回收啦。要接受自己而家自然老去，豐滿少少，有啲福氣嘅模樣，放過自己，唔好再同歲月死過。氣血一通，你嘅運氣自然就會通。第二類要狠心剪斷嘅，係充滿前塵往事，帶住唔好回憶嘅衫。老祖宗話萬物皆有靈，衫係最貼身嘅物件，亦係最容易吸附人體磁場同埋情緒嘅嘢。大家試諗下，如果你衣櫃入面有一件衫係當年你同老公大吵大鬧，差啲搞到離婚嗰陣着過嘅，又或者係你大病一場做手術住醫院嗰陣披過嘅外套，甚至乎係某個過你錢喺背後督你背脊，最後反咗面嘅所謂好姊妹送俾你嘅衫，只要你一見到呢啲衫，心入面就會囉一聲，諗起嗰啲流過嘅眼淚同埋唔開心嘅往事。聽老師勸，呢啲衫無論質地幾好，牌子幾貴，當初買嗰陣幾多錢，全部都係殺氣。佢哋上面積聚咗極大嘅負能量同埋怨氣，你將佢哋掛喺衣櫃度，就好似喺自己間睡房放咗個無形嘅定時炸彈，日日陰啲嗰啲咁消耗緊你嘅陽氣同福報。快啲將佢哋用個黑色垃圾袋包好，掉去垃圾站。呢個動作喺命理學上叫做破舊立新，送走衰神。你一定要斬斷過耗嘅爛桃花、爛人際關係，將呢啲帶有霉氣嘅物件清走，你先可以騰出個乾淨嘅空間去迎接下半生嘅福報同貴人。第三類要清走嘅係為咗氹慕虛榮買返嚟，但一年都唔着一次嘅衫。大家打開衣櫃睇下，有幾多件衫係連牌子都未剪㗎？嗰啲可能係你當年為咗去飲宴，為咗同某個闊太鬥氣，一時衝動碌卡買返嚟嘅戰衣，買嗰陣覺得好威水，買完返嚟掛喺度，又覺得平時去街市買餸着，出街好酷張，結果一年365日你都冇着過上身。呢啲衫喺佛學上叫做執念，佢代表住你曾經嘅貪心嗔恨同埋預示到你留住佢，就等於留住你對虛榮嘅渴望。老師教你一個最積福、最能轉運嘅做法。如果呢啲衫仲係好新淨嘅，洗乾淨佢，捐去救世軍呢，或者送俾身邊有需要嘅人。你呢個舉動叫做捨得，有捨先有得。當你放低咗對物質、對面子嘅執着，將自己嘅燈念轉化為布施嘅善舉，呢個就係幫自己下半身呢清業障、積無量陰德嘅最快途徑啊！各位老友記，執衣櫃其實你就係執緊你嘅心。
當你跟住老師嘅教導，將呢三類白雲衫清走晒，你再望住個衣櫃，剩低嗰啲全部都係你真正中意着得極之舒服、質地優良、顏色素雅乾淨嘅富貴衫。你試下幻想下，聽朝起身打開衣櫃嗰一刻，成個磁場就完全唔同晒，冇晒壓迫感，冇晒負能量，嗰種清爽通透自在嘅感覺，就係你人生轉大運嘅開始。記住，下半生嘅好風水就由你今晚清空衣櫃呢個小動作開始。今日老師同大家傾咗咁耐，由茶樓嘅見聞講到易經嘅五行，再講到點樣返去執衣櫃，真係講到口水都乾埋。不過老師講得好開心，因為我知道只要你哋聽得入耳，呢啲說話分分鐘可以幫你哋避開下半身好多無謂嘅煩惱同破財之災。今日講咗咁多，我驚大家年紀大，轉個頭落街市買棵菜就唔記得晒，所以喺影片完結之前，我老師再長氣嗰啲，好似老朋友咁同大家由頭到尾快速溫習一次，大家千萬唔好嫌我長氣。嗱，聽好啦，第一類富貴衫講嘅係質地，唔好再盲目追求嗰啲印滿 logo 但係焗到透唔到氣嘅化學土圍啦。真正嘅富貴係藏風聚氣，你要揀純棉真絲、羊質呢啲天然物料，等自己啲毛孔可以呼吸，吸進天地靈氣。記住，講究女子嘅女人，財富先至會穩陣。第二類富貴衫講嘅係色彩同剪裁，女人過咗45歲，千祈唔好再將自己打扮成一隻大紅大紫嘅花蝴蝶，嗰啲顏色會催旺你嘅火氣，搞到你脾氣暴躁，惹是非。要揀大地色、基礎色，剪裁要乾淨利落。因為五行相生，情緒穩定嘅女人就係一個家庭最頂級嘅風水，自然旺夫益子。第三類富貴衫呢，亦係最犀利嘅一招，講嘅係態度，就係嗰啲能夠令你鐵底放鬆，完完全全做返自己嘅衫。當你唔再需要靠名牌去撐場面，唔再為咗取悅外人而委屈自己嘅身患嘅，你已經達到咗已經返璞歸真嘅最高境界。放低執着，做返自己，老天爺自然會將滿滿嘅福報派俾你大家。一定要將呢三點牢牢記喺心入面。不過講到尾，衫始終都只係外物。我睇相睇咗幾十年，睇通睇透，其實天底下最好嘅風水，從來都唔係你掛喺身上嘅布料，而係你個心。易經講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嘅，佛教亦都成日教我哋萬般帶走，唯有業隨身。你外表包裝得幾富貴都冇用，如果你個心充滿貪念、虛榮之道，你嘅命運一樣會越走越窄。所以修心即修命，當你識得向內求，識得審視自己真正嘅需要，你嘅面相自然會變得慈祥，你嘅慈祥自然會變得祥和。喺呢度，老師想拜託大家做一件極之積福嘅事。如果你覺得老師今日講嘅道理對你有少少啟發，令你放低咗一啲執着，我懇請你將呢條影片轉發出去 ，share 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 ，share 俾你個女、你個新抱或者你嗰啲成日一齊飲茶嘅好姊妹。點解要咁做？大家知唔知咩叫做總善因呢？如果你身邊有個好姊妹，原本成日為咗同人攀比，走去碌卡買名牌，搞到成日同老公嘈交，甚至爭人一身債。但因為睇咗你轉發俾佢嘅呢條片呢，佢突然間醒覺咗，佢唔再貪慕虛榮，佢學識咗點樣住得舒服，點樣控制情緒。你知唔知？你呢一個簡單嘅轉發動作，就等於挽救咗佢下半生嘅財運。甚至挽救咗佢成個家庭，令佢少破一次財，少生一場大病。呢啲就係佛家講嘅無量功德，你救人一命，老天爺一定會將呢筆功德清清楚楚咁記喺你嘅財富賬簿上面。正所謂贈人玫瑰，手有餘香。你用因果邏輯去諗，你幫人哋避開惡果，你自己同你屋企人就一定會得到極大嘅福報同埋陰德。
做一個傳播正能量嘅人，就係你人生下半場最好嘅修行。最後，老師想同大家玩個小遊戲，互動一下。大家聽完今日呢3類富貴衫，不妨坦白話俾老師知，你打開自己個衣櫃，呢3類衫呢，你佔咗幾多樣？又或者你身邊嗰個最好命、最幸福嘅邊一物，佢平時係咪就係咁樣着衫㗎？我極之歡迎大家喺下面嘅評論區留言，你寫低你嘅情況，我會親自去睇大家嘅留言，親自幫你睇睇，測測你嘅富貴指數到底有幾高。唔好怕醜，將你嘅感受寫出嚟。當你寫出嚟嗰一刻，其實亦都係一種釋放負能量、轉化磁場嘅好方法。同時，如果你覺得老師今日講嘅嘢啱聽，麻煩大家動手指，俾個 like 呢個頻道，跟埋訂閱同分享。你每一次嘅點讚同訂閱，都代表住你向天地宇宙宣誓，你願意為自己嘅健康同福報負責，你願意同正能量結緣。大家記得喺評論區留低種善因得善果，或者感恩分享，放開執着呢啲字句。我哋一齊喺度凝聚一個最強大嘅正向磁場，等每一位入嚟睇片嘅老友記都可以沾到呢份福氣。祝大家下半生身體健康，心境平靜，日日都係富貴咪。我哋接下來一堂課，老師再同大家慢慢傾。阿彌陀佛。